兄姊妹平安，你好。好多朋友都問我曾牧師，你喺遠東有幾耐時間侍奉咗咁？通常我計一計咧，我係1979年年頭左右咧，應該係1978年尾左右咧，我就嚟遠東廣播侍奉喺香港遠東廣播。後來做咗1年之後咧，就移民翻過嚟加拿大，直到1984年咧就重新建立加拿大遠東廣播。咁好多人都問你喺度咁耐，成40幾年喎，咁有咩經歷咧？咁其實如果你要我講喺呢個福音廣播嘅經歷同埋咧體會上帝嘅恩典點樣祝福呢一個事工，讓國內嘅同胞得到好多嘅幫助，好多嘅餵養嘅話咧，咁你真係要睇下邊嗰一段嘅文章啦。咁寫得幾長下嘅，可能你會睇嘅時候咧都要用啲心機嘅。咁我喺呢度賣個關子俾大家，好值得你嚟欣賞神點喺一個人嘅生命裏邊改變一個人，造就一個人，讓我哋能夠喺侍奉裏邊同佢同工，同佢同行呢條路。亦都多謝你同我一齊行呢條屬靈嘅生命之路，多謝你。